各位中四同學大家好，有呢個視像教學嘅時間。喺琴日咧就教大家咧點樣寫呢個離子方程式，同埋叫大家做咗筆記第8同埋第9版嘅第 A 啦、C 啦、D 啦同埋 F 呢4條嘅。而呢4條當中咧，我想講翻 D 同埋 F 呢2條嘅。咁先講 D 先啦。嗱 D 嗰一條好多同學咧都係寫咗咧呢一個做答案，呢行做答案。但係留意翻啦，喺呢個方程上高咧，我哋發現無論我哋嘅 OH 負、H 正或者 H2O 前面嗰個化學計量咧都係2，所以換句話咧，我哋需要將佢咧係弱簡咗。咁所以換句話咧，最後 D 嗰條題目嗰個嘅離子方程應該就係 OH 負再加 H 正變成 H2O， 要將3個2咧係全部弱簡咗佢嘅。跟住講埋 F 嗰條。嗱 F 嗰條咧，好多同學咧就拆錯嘢，拆錯邊個咧？係拆錯第一嚿，就係碳酸鎂。碳酸鎂留意翻咧，我哋個狀態符號係 S， 所以記住咧，碳酸鎂咧，我哋唔需要拆散做離子嘅。嗱，講完筆記之後咧，我想講離子方程式嘅練習。嗱，呢份練習咧就係今晚同學嘅功課嚟嘅。嗱，呢份練習上高咧，我想講3條嘅。嗰3條咧就係第3條、第6條同埋第11條。好啦，我先講翻第3條先。喺呢個題目上高，首先我哋咧係有4種化學品。第一步決定翻幾多個需要拆散，咁多人得2個啦，就係我哋嘅藍色個硫酸啦，同埋呢個綠色嘅硫酸鋁。先睇翻我哋嘅藍色個硫酸先啦。好啦，如果硫酸拆做離子嘅時候咧，係變做2個 H 正，再加 SO4 二負。但係一陣間寫嘅時候咧，記住咧要乘翻呢個3，因為我哋方程上高咧係有3個硫酸。至於我哋嘅硫酸鋁有咩離子喺度啊？係有鋁離子，有幾多粒？有個2字，有2粒。同埋有硫酸根離子，有幾多粒？係有3粒，都係有個3字。好啦，之後將個方程重寫，顯示埋個離子。咁第一嚿，因為我哋鋁係固態，唔需要拆。然後之後再加翻，嗱留意翻啊，因為有3個硫酸，所以氫離子嘅數目咧係變咗係3再乘翻2，變咗6個氫離子，係3乘2。然後再加翻。有幾多個硫酸根離子？就係1乘3，就變咗有3個嘅。然後之後嗰邊就比較簡單啦，我哋照寫翻，有2個鋁離子，然後再加翻咧有3個嘅硫酸根離子，然後 last 加埋咧就係有3個氫氣。氫氣都唔需要拆，因為氣態唔係 AQ。好啦，最後睇下呢個方程，我哋發現左右兩邊嗰個嘅硫酸根離子個數目都一樣嘅，所以將佢畫咗去。所以最後啦，第3條個離子方程係啲咩呢？就係2個鋁係固態，然後再加翻6個氫離子，之後呢，就係變成咗2個鋁離子。AQ 嘅，然後再加翻呢，就係3個氫氣。咁呢個呢，就係第3條嘅答案。跟住我想講呢，就係第6條。第6條上高同人哋有4個嘅化學品，幾多個要拆啊？就係2個 HCl 同埋 FeCl3。咁我再強調翻呢，紅色嘅呢一個氧化鐵3係唔需要拆，點解？因為氧化鐵3咧係呈現固態。先睇藍色嗰個氫氯酸拆散時候咧係變做 H 正同埋 Cl 負，而我哋嘅氯化鐵3拆散之後咧係變做 Fe3 正，再加翻 Cl 負，但係有3個，呢個係氯化鐵3。然之後將個方程重寫，顯示翻啲離子出嚟。第一個紅色。呢個氧化鐵3再講一次，唔需要拆，因為呈現固態。好，然後之後再加翻。好啦，一個 HCl 咧就係拆到1個 H 正同埋1個 Cl 負，但係而家題目上高咧係有6個 HCl，所以換句話咧，氫離子
同埋氯離子咧都要乘翻6嘅，有6個 H 正，再加有6個 Cl 負。好啦，變成咗啲乜嘢啊？就2個嘅氯化鐵三，2個氯化鐵三，記住將翻個2呢度咧又要乘翻上去，所以變咗咧就係2個 Fe3正，然後再加翻幾多個 Cl 負啊？係2乘3變做6個 Cl 負，最後咧就再加埋3個水，水都係唔需要拆，因為係液態，唔係水溶狀態，唔係 AQ。睇翻呢條方程，你發覺氯離子左右兩邊完全相同，保持不變，將佢畫咗佢。所以最後啦，呢一個嘅離子方程係變做乜嘢啊？就係 Fe2O3 固態，然後再加翻就係6個 H 正，係 AQ 嘅。咁之後咧係變成咗啲咩啊？就係2個鐵三離子。然後最後再加埋咧就係3個水，呢個就係第6條嘅離子方程式。講完第6條之後咧，我啱立到第7同埋第8條。嗱，留意翻第7同第8條上高咧，當大家做嘅時候咧，就留意翻最尾個答案，睇下需唔需要咧將嗰啲嘅化學計量係將佢約簡，即是換句話咧，類似琴日我哋嘅筆記第9版 D 嗰一條。好，最後講埋咧就係第11條。第11條有5件嘅化學品，但係5件當中咧，今次留意翻有3件係呈現 AQ，就係紅色、藍色同埋綠色，所以換句話咧，我要有3個化學品咧係需要拆嘅。先睇翻紅色嗰個，呢一個咧同我最陌生嘅，呢個叫咩名啊？係叫做碳酸氫鈉。碳酸氫鈉上高有咩離子咧？就係有鈉離子，同埋有碳酸氫根離子。咁我再講一次啦 ，HCO3 負咧將叫做碳酸氫根離子。個化學式係 HCO3 負，跟住硫酸啦，拆散時候之前都講過啦，變做咩啊？就係2個氫離子，再加一個嘅硫酸根離子。最後到呢個硫酸鈉有咩離子喺度啊？就係有鈉離子，但係記住鈉離子有2粒，因為呢個有個2字嘅。然後再加埋咧1粒嘅硫酸根離子，然後之後將條方程重寫，顯示翻啲離子出嚟。紅色嗰嚿記住有2個嘅碳酸氫鈉，所以拆散之後咧係變做2個鈉離子，然後再加翻2個嘅碳酸氫根離子 HCO3 負，然後再加翻2個氫離子。再加翻一個嘅硫酸根離子，之後咧就係變成咗2個鈉離子，再加翻一個嘅硫酸根離子，之後嗰2個水同埋嗰個嘅二氧化碳都唔需要拆，2個都唔係 AQ 嘅狀態。睇下呢條方程，左右兩邊咧有2種嘅離子咧，可以將佢抵消咗。第一組係邊一組啊？就係鈉離子，2個 Na 正。第二組咧就係2個嘅硫酸根離子。所以方程之後寫成就係咧2個 HCO3 負，然後再加翻2個 H 正，之後咧就係變成咗2個 H2O， 然後再加翻咧2個嘅 CO2。但係同學再次留意翻喺呢條方程上高嗰4件嘢，即係我哋嘅碳酸氫根離子、氫離子、水同埋二氧化碳個化學計量咧，同時都係2，所以記住要將佢約簡。所以最後啦，我哋第11條嘅離子方程係咩咧？就係 HCO3 負 AQ，
然後再加翻 H 正，之後咧就會咧變成咗就係 H2O， 然後之後再加翻就係 CO2。咁呢個咧就係第11條嘅答案。好啦，講完呢3樣之後咧，其他題目咧就俾翻同學咧自己去做㗎啦。